我们的华语礼拜即将开始，我们请将我们的手机转成静音或关机，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主的名一起来敬拜他。那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那也领受神给我们丰盛的供应。那我们特别感谢主，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可以真实的来经验他。主说，我们若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那就让我们能够预备心，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那在聚会之前，让我们就一同站立，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也为我们的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统管万有的阿爸天父，我们要赞美你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心情如何我们都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的敬拜是献给你的每次我们赞美你仇敌就要四散，征战就要得胜，我们的心就要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求你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愿教会的赞美震动江山里的属灵的空气，愿台湾教会的赞美震动整个台湾属灵的空气。我们为着一个美好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恳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的聚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我要全心赞美，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
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它也成为我们的拯救。宁可在上帝的殿，在他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合一的敬拜和祷告你就在我们当中动工。我们为着过去你的带领献上感谢。主啊，你是做新事的神，你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用的一切，你就充充足足的加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愿主再次破碎我们的老我，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做主荣耀的彰显。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用祷告的心来敬拜。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贴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贴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阿爸天父，谢谢你愿我们的心在敬拜中被你得着，愿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寻求建造，也求你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将这个爱来给出去。谢谢耶稣，悦纳我们早晨的敬拜再一次恳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赐我们智慧的灵来领受你的道。谢谢你再一次恩膏蔡长老来释放你的真理，求帮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也有力量来行出来。谢谢主，感谢祈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的圣经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12到13节，我来为大家读。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约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们成为贼窝了。今天我们请蔡长老来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祷告的殿。弟兄姊妹平安。一大早看到你们，心情很高兴。我们的新娘子也来了哈，新娘子还，我们很高兴我们这里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今天很寒冷，可是刚才心里很温暖。那个麦克风给我，好不好？那个麦克风给我。我们心里很温暖，我们有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面前要做了很多的事工。我们真的觉得上帝会在我们面前做了很多的事工。我刚来中兴教会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清楚告诉我，说你让这个教会目前恢复最起码恢复以前的样子。那我们教会还有7000多万的贷款，那时候刚来是跟我讲7000万，我们怎样把它还清？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上帝再来呢？礼拜五的长执会，我就提出一个挑战，说我们教会遇到一个十字架，我们已经走到十字架路口，我们的会友大概跟以前比起来，最起码不会少。我们的建堂的购堂的钱也应该还的差不多了。再来呢，我们是安于现状，就这样继续下去，每天就是做礼拜，这样循环。很多长老教会是这个样子，还是我们要更进一步走？之后这几天的祷告很奇妙，上帝就跟我笑一笑：“你该退了吧？你去当摩西，你要很多的耶稣也会出来。你放心好了，在各种的时期，上帝会安排他应该的人去拣选他的人出来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因为是上帝做主，而不是你蔡崇义做主。OK， 我突然醒过来，这个教是上帝的，我们会有很多的约束要开始出来，那开始一些蓝图开始出来了。以前怎么带小组，怎么现在有幸福小组、细胞小组各种，然后突然开始有声音出来的，谁可以来带，谁愿意来带，谁开始来做，超我的意料之外。我发现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礼拜五在长执会的时候，我们的欧巴也在提出来，我们真的要开始去做了。大家真的要开始去做，重新合一，重新开始。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重新开始。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熟，这个经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进入何塞纳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本来以为大家要做王。他应该要做王的人因为什么？我们去看选举都会要拜票。今天刚好要选举，哇，拼命拜票，看到老的，看到少的，看到黑的，看到白的啊，拜托投给我。所以耶稣如果要做王，他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哎呀，到圣殿里面啊，各位祭司、各位长老啊，各位文士啊，各位啊，你们啊，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帮忙。耶稣没有。他祷告完以后，进入圣殿做一件事情，拿起鞭子把外邦人的人全部赶走。那些在兑换钱银的，那些在卖无瑕疵鸽子的，全部赶走。因为当时圣殿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到圣殿敬拜的话，要换他们的钱才可以去奉献。上帝还有看钱的哦，所以难怪天主界有赎罪券。所以我们看奉献你拿什么钱，所以要换他们的钱，他们中间可以赚那个利差。就像我们去国外的话，都要换他们的钱。然后之后开始鸽子，你拿来的鸽子啊，这个有瑕疵不行啊，要跟我检验过的。其实这个人能换一只鸽子，他都要加一些钱。之后搞到别人来，他还是拿那只原来那只鸽子要卖给他，他们赚了钱，然后跟这些祭司们平分钱。使人腐化，可是我觉得钱很好。
我的这辈子的经验里面，你用了再多的钱在教会，上帝的赐福加倍。奉献越多，赐福加倍。你说那这样的我再怎么奉献都比别人少？不是，你的心力的奉献比别人加倍。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一次就把我们的教会的贷款全部还完。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各位用你们的心慢慢来还，因为每个人都要占到这个福气。我们为什么希望到别的教会去募款？其实募款不是说我们缺钱。更重要的是，让你们有福分，为教会的殿而贡献你们的心力，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哎！为上帝的贡献心力，耶稣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图利自己的行为，可是教会会不会做买卖？会啊！你看我们那个礼拜六在那边，听说那个糖的小卤很，我还没吃呢。我记得我太太好像买了20包，是不是？我现在连吃1块都还没有呢，你全部都送人了，你也总是要以后也要拿1块给我吃一下吧。听说有人一拿起来以后，噼里啪啦就把它全部都吃完了，连1块都没有留下来，那一定是会领的问题，那包偷走了。所以相对的，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心力，可是如果他们来想的说，我都奉献1万块，都比这个做那个轻松太多了，奉献1万块。1秒钟而已，做那个要做从8点做到下午5点，多累啊！心力耶，心力耶！今天在这里，我们有看到泽波跟那个仁君在这里带我们唱歌，心力耶！我们看到译文，我刚才特别问他说：“啊，你来这里要坐车多久？”他说要转2趟的公车。今天比较快，好像比较没有说阻塞，40几分钟。我们的文章哥，你坐车要坐多久？几点钟？8点钟啊，8个小时。所以呢，相对的，有啲路对他靠来，给他老姑，我8点钟哦，他说是没有塞车呢。他说很奇怪，他礼拜天来都没有塞车，否则平常那个林口到台北是塞得一塌糊涂。我们不要他图利的上帝钱，但是我们会做买卖，但是那个买卖是为什么？为上帝，为奉献。所以图利的买卖是圣殿在范围之内，神圣之地被沾污了，被玷污了。在神圣之地里面做买卖，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这些祭司的利益，这上帝所不喜欢的。而且他们做买卖的地方在哪里？在外邦人的院。什么叫外邦人的院？以前犹太人分得很清楚，犹太人自己有内院，那外邦人自己有外院，妇女自己有外院。也就是说，只有男的犹太人可以进入到内院里面，然后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人家外邦人要侍奉，你在那边做买卖是阻挡人家来侍奉。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阻挡人家来侍奉？有时候会。为什么阻挡人家来侍奉？有时候我们因为大家在一起太熟了，心爱的人我们根本不理他，然后称他们为外邦人，称他们好像不是我们的人。之后他就觉得有自卑感，好像你们基督徒也比较崇高，比较伟大。没有比较伟大我们真的是最微小的人呢，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我们看到每一个到圣殿的人，我们都好高兴的。那个高兴不是嘴巴讲，而是那个举动，所有的行为都让他知道说，我们真的好喜欢你到我们圣殿来。那种的喜欢是真的出于内心的喜欢呢。所以耶稣做什么？推倒啊，而且拿鞭子抽打，因为他们很生气，你们是勾串来骗教会的钱呢。我们921大地震，我到现在还在讲这件事情。921大地震很久了吧？你知道我们现在奉献了多少钱吗？3亿。真正又在921多少钱？因为我是财团法人的董事，那时候所以我就退出来了，用了1亿多剩下的钱呢，大家都讲不出来，因为很多牧师拿出去进修，去伦敦图书馆进修，照个相回来进修就拿钱。讲这个又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不应该啊。人家奉献是921，为了921来奉献的钱，别的叫我们一直在叫慈济，说慈济敛财啊，收刮了很多钱，可是慈济人家真的做了，中来禅是真的继续做了。
佛光山继续做了，我们呢，我们的钱做一半，一半拿去进修。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人说你讲这有什么凭据？我说很简单啊，账目拿来给我看，我说我财产保证我就吃掉。结果他们承认说有，对了，才做了1亿多，那另外1亿多，我们还在考虑怎么做，不要考虑了，已经考虑10几年了啦，那些钱都不见了。但相对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让我们奉献给上帝的钱偷了1分1毫。我20几年的牧会生涯，我拿到第一笔钱就是1200块的礼券。因为我礼券就不晓得怎么奉献，是什么时候拿的？去年的圣诞节，每个拿了1200块礼券，我是拿到第一笔钱。其实我本来在那边讲说，我来教侍奉绝对不拿钱的，可是大家都，而且给他讲一句话，那不是钱，那叫礼券。好了，就拿了，以后再奉献再说。那只是上帝告诉你说，你的奉献我喜欢，那我接纳。我不是为了那1200块，而是我接纳，因为这辈子政府已经给我一个很高的薪水了，我根本不要用这样的钱。为什么？我们只是真的要侍奉而已。所以他在推导的时候，为什么要让穷人的鸽子能够奉献给上帝？那个穷人养出来的鸽子是上帝所喜欢的，为什么是你认定呢？你觉得上帝喜欢奉献你1万，还是喜欢你奉献你100？我不知道，看你的心呢。寡妇的2分钱，上帝喜欢呢。富人奉献的很多的钱，上帝不见得喜欢。为什么？他只是他多余的奉献给他而已。我们真的不要有图利的行为。我们看耶稣的形象，我们所看到耶稣形象是出生在哪里？马槽呢？你的小孩子如果给他出生在马槽，你会怎么样？哎，我们家生那这2只小猴子每个出生我们都好紧张哦。一边拜托那时候才觉得医生好伟大。从产检以后就开始指定医生，那个医生还会很好，因为医生跟你也蛮熟的，就会去看我女儿的那个超音波，从那个很小的，他就慢慢胚胎慢慢长大。每一次产检我都陪着去，陪到那个医生说。那时候我还当厅长蔡厅长，你不要来好不好？你对我的压力都好大。我说不会啦，不是啦，你不用啦，给他自己来就好了，没问题啦，我一定非常详细呀。可是我就很紧张啊，我女儿从胚胎开始，一直小孩子长大，我从头看到尾，看他长大那种喜悦呀。我们给他做最好的我女儿光坐月子在台南是最贵的，可是最后想一想啊。第2个，我们就没有给他坐月子。你住在那么豪华的地方，也是一张床铺，连下床都没有。那个 baby 还住那个一个小盒子一样都没有变。那为什么要到豪华的那个？现在那个我们都是说什么那个坐月子中心啊，好豪华。那豪华干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最豪华。耶稣出生在哪里？马槽呢？马槽不是人住的地方耶稣出生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方。你看我们耶稣的形象都是抱着小孩，他是个牧羊人，他非常疼惜小孩，他这羊群，一只羊迷失了，耶稣千辛万苦去把它找回来。当然那是个比喻，可是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很温柔的耶稣。我们所看到耶稣什么？容许小孩到我的面前来，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不要禁止他们。耶稣喜欢小孩，耶稣所看到形象都非常温柔所以我经常还是再强调一次，我非常谢谢我们的主路学老师。我是觉得他们是最伟大，是上帝一定加倍祝福他们的。他们为了那些小孩，教那小孩不容易宠物的动作跟他讲啊，那个小孩子会跟你讲再来一次，你又讲一次，他又再来一次，你又讲一次，他又再来一次。你只要看到小孩子站在那里，虽然拿了一个乌克丽丽连动都没有动，可是你就觉得很高兴。你那个我们唱圣歌队，如果拿着一本谱在那边动都没有动，你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唱？可是小孩子只要你站在那里，你就高兴。为什么？耶稣就是这种形象耶稣看到5000个人听他讲道完之后，他问的第一句话说：“他们都饿了呢，有东西给他们吃没有？”他关心的是人呢，他不是问他们说：“你们听懂不懂？这波你到底听懂不懂？没有呢？饿了没有？要东西给他们吃耶稣啊，荒郊野外去哪里拿东西？有也没有钱啊，5000个人啊，哪里拿那么多钱？
五饼二鱼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故事，那个是告诉我们，在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为了五饼二鱼，他真的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是什么？为什么把它隔开？生气耶！你圣经里面很少看到耶稣生气，耶稣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批评，他批评什么？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伪善者，假冒为善的人。第二个是什么？生气，怎么可以在我圣殿里面？当然，约翰的福音第2章开始就记载在逾越节，所以我在讲说，如果用考古的话，大概是同一件事情，有人认为是2件事情，有人认为同一件事情，那个不重要，我们不是在谈神学，我们要谈的是什么？耶稣真的是在那边生气的，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他们离开我们的，你们还在那边做买卖还不行，所以我们要注重信念跟诚实的敬拜。我们到我前面来，我跟上帝祷告说，在十字路口了，我们怎么办？继续走，还是就这样大家这样下去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这样下去的话，维持我们100个人做礼拜绝对没问题。可是我的意向是200个50个人受洗，这个目标好像很远，可是我觉得那个怎么会远呢？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到大光教会的时候，跟他们讲说目标400个，蔡安路教会蔡安路牧师还在那边笑，一直笑。我说有什么好笑？我说你笑一笑，到时候会跟那个以利沙伯一样哦，你不要笑，不要笑。跟撒迦利亚一样，你不要笑。结果现在大光教会，你看不是400个，他已经5场礼拜，已经超过1000人。上帝在行不是你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方向最近一直发现那个轮廓越来越明显，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会开始有小组，我们的年轻人会站出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亿万的 leader。我在想说，每次看到你们在办活动，我就发觉到说，你们每个人怎么这么强？每个都好强不要讲别的，刚才我在唱歌的时候，桂香可能在我旁边都感觉到说，你看我的声音已经都完全变了。以前我还会唱歌现在我的声音都完全变了。我跟上帝讲说，我这种声音已经不能带歌。上帝说，谁要叫你带歌？你根本不必你带歌了，因为你的时代过了。我只要你讲话就好，能够讲话就好，大家听得懂就好。声音没有什么关系，用信念跟诚实敬拜什么？我们不要注重表面的形式而要看重什么？上主的心意跟你心灵的诚实所以你看，我们的礼拜的程序慢慢在减少，那些人为的程序慢慢再把它剔除。其实我们在信仰委员会已经研究过很多次。我们看为什么美和堂，我不是po给你们一个美和堂那个张雅文去受洗，跨年的时候他去受洗。报纸不太敢报是我们自己内部在传的。为什么？这对佛教来讲是一个很大打击因为他本来是慈济人他甚至有上电视去说慈济多好多好就他去受洗。那我们知道张雅文就整个好像说什么那个智力退化还怎么样连唱歌都不太会唱结果他去那边受洗，他的心中充满着喜乐人在生病的时候，突然发现到他寻求的是真神。真神会帮助他会，要不要注重那个外表的形式他真的在那边受洗。你看，其实美和堂我们是9点礼拜，我们都觉得好早。美和堂9点也有礼拜那你知道要到美和堂如果光从我们这里开车到那边，可能要1个半小时他们7点多就一大堆人在那边了，为什么？心里火热。等你心里火热的时候，时间对你来讲就不是问题。我们相对的，我们要注重这形式，我们要整个的礼拜完全以主为中心。我们每一个新来的人，最近我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几乎现在新来的人都会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教会充满着爱。记住，充满的是爱，那种爱不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那种朋友之间的亲近的爱，让他感受到那种真的是教会对他的爱，是真正的爱。当初撒母耳要去立王的时候，到耶西的家，7个人，他的儿子摆出来，每个英俊潇洒、高强体壮，一个一个过去，说我们都不是不是耶西说怎么会不是呢？上帝跟你怎么讲？上帝说在你的家叫我来高立一个，他要代替扫罗做王的。
没有啊，我们7个儿子都在这里啊。对了，还有一个啦，一个小孩子在牧羊，那个不行，那个小孩子身体不太好，瘦弱的，他行吗？那你把他叫来，看他，哎呦，容貌俊美呀、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看什么？看内心哎，不是看你的外貌哎。你不要想说我什么都不会，我长得不太好看，我什么都不会。上帝要用你耶，我要用你，就像以赛亚书6章8节所讲的，我要差遣谁，我就差遣你。上帝要差遣的就是你啊。第二个，我们要从万民祷告的殿。马太福音讲说，耶稣赶走他们以后，对他们讲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其实那是从以赛亚书56章第7节讲的。耶稣跟他们讲说，在我的殿中祷告有喜乐。我不晓得，我们来体会看看。我们3月份开始要礼拜3我们会做祷告会。我先讲清楚啊，祷告会你不要勉强哈。有工作的很忙的，你不要为了说参加祷告会，我是长子，我不来参加祷告会，人家会说我怎么样？这个祷告会没有行止。我们来试验看看，纯粹为上主而祷告，那祷告会就慢慢会形成，慢慢形成之后，开始可能会有敬拜赞美，可能有其他，我不知道，让上帝去带你看看。也许那个时间你就在家里祷告就好。我们不限定时间，因为上帝自己会带领。我们的殿被逼成万人祷告的，就像耶利米书说的，你们不要把它当作贼窝啊！耶利米先知把他提出一个挑战，当作贼窝，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祷告怎么样？它是一个侍奉的地方。什么是侍奉？侍奉是一种敬拜。就这些你们作为音乐的侍奉，那是一种敬拜。侍奉跟敬拜是同义字哎。所以这句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摩西已经离开40年了，他去找法老王，法老王说：“为什么我要让你们这些人离开？”他说 ：“Let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他们是做了一首歌，让我的百姓走，做什么？好来侍奉上帝耶！因为耶和华上帝跟我讲说，让我的百姓走，好来侍奉他。为什么侍奉你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我们要去那边敬拜上帝，我们要去侍奉上帝。所以希伯来文的敬拜跟侍奉是什么？是相通的。侍奉真正的意义是做什么？做仆人呢。我们侍奉人不要以为说我们这里来侍奉，今天我是当长老，所以我侍奉的话要穿的特别说那走路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说，那个如果当长老后裙摆要长一点，因为走路一定这样走。我希望你们前面的裙摆西装前面长一点，走路是这样走就好。谦卑的侍奉，我们侍奉是信上帝所差，而是做什么？做上帝的工你要相信你们自己。尤其我们年轻人，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你们觉得我现在我还年轻，我事业还没有成就，等我事业有成就，我来侍奉上帝。错了，你要相信你们自己，你要将一切的放空，让圣灵做主。我们有时候太自以为是了，我们要放空自己。所以我们来礼拜之前要先怎么样？开始要默祷。为什么要默祷？心里杂念你要去除你要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你心里要净空你要去除它你要相信祷告大有能力的我的上帝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不要相信。你如果有一个人生病，这叫我们什么？我们找长老那个用油浇灌在他，帮他祷告，一定得救。在我这50年来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我碰过4次嘛，3次4次赶鬼。各位大概没有碰过赶鬼，那种赶鬼你看到眼睛整个眼睛变成像绿蜥蜴一样，整个眼睛凸出来，绿色的。然后我们看到那种生病的人，我们真的就要齐心为他祷告。有没有得救？有。生病得到救，前提是什么？同心合意，而且有信心的祷告。我现在在这，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生病，也许他不方便让人家知道。都知道的人，真的是我们约个时间，同心合意帮他祷告，有没有用？绝对有效，那是非常有大能力的。所以只要你们同心合意求什么，上帝一定会听你们的祷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就会救那个人呢。所以整个教会的复兴开始，你会发现到做见证的人很多，因为
你们的祷告让他得救，之后他开始很喜欢来做见证。第三个很重要，祷告听比说重要。我们有没有祷告？有啊。有个人身体很虚弱啊，工作都不顺利啊，所以他每天很迫切的祷告，都祷告好久好久。上帝，求你让我更健康，求你让我的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这个工作我非常的不如意啊。他一直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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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迫切祷告。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上帝跟他在讲话。他说：“你的祷告我都有应允啊。”上帝哪有？我祷告了老半天，我身体还是这么虚弱。他说：“没有啊。我差遣你的太太跟你讲说，叫你早一点睡，不要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打得那么晚。我叫你太太跟你讲，你不听啊。还有呢，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医生跟你怎么说？早一点睡，休息正常，多喝水，你的身体就会好，有没有？好像有。你有没有听？没有啊。我跟你讲话你都不听啊，你是祷告你的啊。然后你有没有去找一个工作？有啊，找些工作找不到1个月，老板就把你辞掉了。为什么？身体不好嘛。我叫你把身体养好，所以我替你找个工作。你身体，你找那个工作，你每天都打电动玩具，打到3更半夜，第二天起来没有精神去工作，到了1个月人家就把你坏了啊。我有跟你讲话记住，上帝永远在跟你讲话你有没有听？因为是每天狂祷告，所以我们试验在3月2号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安静坐着听上帝跟我们讲什么话。你将你心事跟上帝讲，你听上帝怎么去回答你，而不是只有你在讲话，你不听上帝跟你讲什么。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听上帝跟你讲什么，每天只是啰里啰嗦讲了一大堆啊，讲了什么啊？那上帝怎么样怎么样？谁欺负我了？我在工作怎么样？我连在教会都被欺负了。上帝就跟你讲话，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可是你从来不听上帝会透过一些人来跟你讲话，透过你的太太，透过你的朋友跟你讲话，可是你不听所以万民祷告的殿是带领万民归主你说我不敢传道没关系，圣灵自己会感动他。但是你有没有邀请过你的好朋友来到教会？大概放电影的时候，你会邀请他来；到在爱餐的时候，你会邀请他来。但是相对的，平常做礼拜，你会邀请他来。我们礼拜会慢慢越来越紧凑，他来他不会觉得枯燥。之后带他到上面去做小组，跟他联谊，慢慢给他耶稣的爱进入他的心。很快，我很肯定跟各位保证，我的意向里面大概这半年，只要我们春节能够度过这个春节的 COVID-19， 我相信我们教会这个复兴是会让你觉得你自己会非常的感谢主，每天都在感恩之中，每天都在快乐之中，每天都充满着喜乐。所以复兴的前提是什么？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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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第二句话，就是祷告。因为非洲的传教士就是在那个新密西根州，他们那个教会非常大，他们就派一个传教士去做宣教，到非洲去宣教。那么他有一个特色，每2个礼拜他就到进城，他在一个丛林部落去那边跟他传道，做一个简陋的医疗布道所，然后每2个礼拜要进入城里面去那边拿礼物，买东西，买日用品，买一些东西。到骑了脚踏车，因为要骑2个礼拜，骑2天，所以他一定有1天一定要在丛林之中，这个路程露宿，在那边住宿。有一天，他突然在骑的路中看到2个人在打架，一个人受伤，他就把那个人载着，顺便载到城里面去做医治。他做城里面做医治以后，然后第2天回来，因为要比较远，所以他在中途半夜里面就在丛林里面就在那边露宿，就睡在那边，睡了1夜以后，他再回来。隔了2个礼拜，那个受伤的人找到部落里面去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们跟好几个朋友知道你有带一些钱要到城里面去。”我们是要打劫你耶。他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感觉。我们要打劫你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2个为了事情在吵架，你竟然救我。
救我的时候我看你对我那么好，要把我载到城市里面去医治，所以我就不参加他们打劫，我就在观察着他们，就看到你在丛林里面，在那边露宿宿舍，你扎营在那边的时候，看到有26个天兵围在你的营帐周围在保护你他说没有就我一个人真的有26个，我数了，我在那边就数26个，我就赶快劝他们说，我们赶快走，他们有26个卫兵在那里，我们去稳死的，所以他们就离开。真的没有呢。然后隔了2-3个月，他回到新密西根州，他要募一笔款项，帮他们要做那个医疗布道所，所以他就起来做见证，说我在非洲的那个传道的经过，讲到说有一天我在露宿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露宿他说有26个人包围着在保护我，怎么没有？就我一个突然有个人举手说：“某弟兄他跟他非常好，你想是哪一天？”他说是哪一天对，是哪一天？晚上呢？你忘了？那天晚上我在我们这里是密西西比州，在美国是早晨呢。有一天我早上，我本来起来的时候准备去打高尔夫球，突然觉得心理上很难过，就是一直看到你，一直想到你，我就赶快打电话邀我们的弟兄姐妹到教会来，为你迫切祷告，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就一直迫切祷告，突然祷告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觉到我们心都开了，之后他就在离开。这种事他就转过来，那天祷告的人请你们站起来好吗？就一个一个站起来，数一下，刚好26个。他才能比较哭出来。上帝，原来你永远在保护我，你派了26个精兵来保护我，你派了26个人真的来帮我们做。所以刚才我们那个直播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上帝会成就在他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在敬畏他的人四周，他会安营搭救他们。我们要开始祷告了。祷告有没有力量？绝对带有力量。只要你们信心的祷告，上帝必成就。只要你们有信心的祷告，你们求，上帝就应许你们。求什么，你们得什么。你们不要相信，在这50年来的侍奉经验里面，我真的深深体会到，是时间的问题。当时间一到，上帝必然成就。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回应诗歌。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
奉献一生跟随你。主，我心爱你，我渴望走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侍，求你托住，一起来，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首，让我今天哦，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圣殿的之中，我们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求你重用我们，让每个人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完全依靠你，全心全力为主而活。让我们用祷告托住，让教会得到复兴。因为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要交账。有一天，当末日审判到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个无愧的基督徒，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个无愧的管家，我们是有名有实的正格的同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满足你的垂怜，我们手走的每一步都有主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用祷告托住我们所有的一切，主你会照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一起预备心来奉献，来唱奉献的诗歌《新圣诗》303首。请坐。我们一同来读2次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请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马太福音21章13节。那我们请下周有服事的同工，我们请预备心。消息报告，今日的妇女团契，我们有邀请玉文姐妹来教我们大家做台球盆栽的课程。那请有兴趣的人，我们请自备袋子，然后在爱餐后12点半在4楼有举行。然后今日我们也会在爱餐后，我们也请大家
一同留下来服侍神，我们来拆除教会的圣诞节的布置。然后在1月10号礼拜一开始的每周一晚上7点半，我们有请黄德恩弟兄来教我们 Java 的程式设计教学。那如果要参加的人，请自己自备笔电。然后本会于2月27召开2022的年定期会员合会。那我们请各团契将我们的组织会计报告及内容，还有2020年的预算，我们请在1月16号前寄给敏丽姐。那我们一起起立来代祷。那我们为着我们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推广，还有我们教会的小组，那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成为在主的祷告的殿中一起来服侍神。那我们也为着骆元生、范爱华、骆建正、尤雅婷、骆成亮、李文龙、骆敏慧、李恩仪、李维轩及简国华、邱文英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祷告。那我们一起起立。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设立这么美好的安息日，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着力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躺卧在主你的怀抱中，得着主你的医治，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光中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不要那么在乎我们自己的感觉，主啊，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老我跟你的十字架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为主你而活，为主你来传福音。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你祝福的管道。主啊，谢谢你。主，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扬主你的美好的福音。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来祷告，因为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常在主你里面，主你也常在我们里面。主啊，谢谢主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同来唱新圣诗392首。唱完，我们请蔡长老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下万军也
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安慰、扶持、引导，带领着你们，在新的一年，每个人勇敢为主征战，以后在天上的生命册里面得到主的赞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请做默祷。那我们一同向我们的左右的弟兄姐妹行平安礼。